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你昨若有去台北车头准定叫是疫情滚假，大家拢伫厝里。事实上，昨劳动节代替工会决定合法来休假，代替昨干那发18班区间车，为着什么因端呢？就是因为代替工会甲交通部针对代替公司化的问题超袂好势啦。代替公司化讲30档啊，真侪妹角需要安打。即便政府决心要甲做落去，煞甲工会伫成立公司草案面顶，侪意见无共，甚至嘛有声音讲，即马要改善代替的问题，大声爱做嘛，毋是公司化。代替公司化这个问题，咱今仔日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文化大学法律系区准严教授。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民进党立法委员蔡义武委员。主持人大家好。邀请时代力量党团赖嘉伦主任。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邀请逢甲大学智慧运输甲物流创新中心曾慧茹副主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大先来看吼，昨5月初1是劳动节，代替的工会吼，一体无加班啦，干那一半的员工来出勤吼。运送干那6000个旅客吼，是安怎呢？工会讲，因为根据劳基法的规定，若是节期吼，就应该爱休假。是安怎会安尼？都是因为代替公司化的问题吼，工会甲交通部超袂好势。咱看到代替工会讲吼，代替公司化无法度保证安全，总是咱看到交通部长。王国才部长讲吼，若是甲安全无关系，若需要做遐济吼，伊的意思就是讲代替公司化，才会当来保证安全。总是即件代志，咱看到日本甲韩国的铁路工会拢写批来互蔡英文总统哦，讲这个代志应该爱慢车时，尤其是韩国铁路工会佫讲，若是公司追求利润的这个原则吼，恐惊系对安全的佫较不利吼。咱今仔日就来讲代替公司化的问题，大兴劳动节代替工会休假的报道，来大兴来看。昨天从南岭下来以后，像昨天晚上几乎都没有睡觉啊，因为我真的是很担心今天的状况。代替工会发动5日劳动节无加班，代替临时加开18列区间车甲旅火车疏运。交通部长王国才认为5日的危机已经过关，不过以文物另外为主的代替产业工会，随意闹要加100人到总统官舍进前，表示代替改革上重要的是安全甲能力，不是公司化。请问总统有诚意吗？有想要听到台铁员工的牺牲吗？工会不是反对公司化，工会也不是反对改革，工会是最想要台铁安全的人。因为因抗议的所在并不是集会游行申请区，警方几多遍夜排警告。王国才伫暗时回应讲，启动应变计划，不是讲要用这种方式甲工会继续对抗，希望5月节莫阁发生。那这一次的整个的这个应变计划虽然启动。但是不代表这个我就要用这种方式，持续跟工会来做任何的这个抗衡哈。台铁局的员工总共16000人，伫假日爱出勤的差不多4000多人。5日劳动节统计只敢若2000多人上班。台铁局长杜美讲，239个车站服务进行拢正顺，不过也是有爱检讨的所在。比如说我们的现场哈，我们类火车的刷卡验票机的数量是不是还要再做调整哈？还有就是相关各站转乘资讯停驶的公告。代替企业工会讲，杜比已经约工会伫礼拜2见面，即马就来看政府方面是毋是有较善意的回应。工会会伫咧5月初10提前开理事会，讨论后一个连续假期5月做行动，原则上会维持无加班集体休假，继续表达因的诉求。记者综合报道。好，大先咱来请教政府主任吼，咱知影伫1990年代，咱台湾有对着这个国营事业吼民营化到公司化的潮流吼，咱看到台电啦、邮局、
电信局拢有这个公司化甲民营化的这个转变吼，总是到2005年的时阵，电信局完成这个民营化了后，遮的事业发动起来吼，无拖到代替政府主任甲咱解说一下，是因为啥物媒介，或这个代志无拖到代替，安怎来影响到咱今仔日要讨论的这个争议咧？其实伫2002年的时阵，行政院迄阵嘛是有要甲公营事业做民营化嘛所以迄阵有提出讲，2004年是完成铁路公司化。2007年的时阵是完成民营化，所以民营化就是讲你会当上就是会上市去发行股票，来募资的部分嘛当时迄阵的铁路工会因是嘛是抗争了真严重所以行政院各方面去做协调嘛所以到尾迄阵因嘛是有经过一半的工会人同意讲共款要罢工嘛所以迄阵伊一个合法的罢工，所以。甲迄年的时阵，做抗议是伫咧过年的时阵，所以过年大家上咧坐火车的时阵嘛所以行政院迄阵下面协调讲好，无恁就所以讲原来代替伊遐历史的债务也是讲你原来有一寡亏损的部分是为政府来承担起来。是。到尾伊还佫有讲一个是讲你若等伊下面迄款工会协调嘛那等迄款的条件较适合的时阵，咱再来讲即个公司化，即个也是民营化的问题所以当时执政党的时阵，因就迄阵就甲即件代志都甲起咧所以迄阵2003年的过年甲即嘛其实咱已经经过了18年的时间，所以即个问题一直一个应该是说。咱大家嘛感觉讲一个铁路公司，是咪全世界即马敢剩5个机关是伫咧政府机关内底，其他拢应该是拢是公司的一个组织。所以即件代志是因为讲最近在代替的代志，咱会希望讲代替应该是要搁做爱去做一个公司化即个改革。是蔡委员。政府主任讲到这个改革的历史讲到2000年代初期的时阵，迄阵有抗争嘛有罢工讲到讲要互时机较成熟，才来讨论这个代志即马又是民进党来执政要做这个代替公司化的代志，即马时机敢成熟啊？我想咱台铁经过107年甲111年就是普悠玛，伫即个东台湾遮发生拢遮尔重大的交通事件。所以大家对台铁的这个改革是拢要求甲真深刻。所以咱嘛是汲取这样的2次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行车的事故，咱要来推动这个台铁的改革。咱当然讲要改革咧，爱为体制来做一个调整。过去大家拢知台铁伊是一个铁路局所以伊一个台铁伊这个台铁伊就是等于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伫政府部门呢，当然政府部门咱的公务人员有公务人员优秀的所在，毋得有一个制度内底，公务员还是有他毕竟伊的包袱较济。咱即届要推动的台铁公司化咧，就是要以后台铁怎变成公司的制度。这过去的经验就比如讲，咱过去的港务公司咱的中华邮政，甚至讲咱过去有公美局伊公美局拢即摆拢走向公司。那走向公司化的，就是讲，伊的禁用人才就不会限于是公务员，他可能会去禁用更有专业，然后更那有专业性的一个人才。再第二就是讲，台铁当然过去伊牵涉到咱台湾要发展，差不多对一个都市要发展，甲对铁路就扭去对，车头就伫遐起，所以伊遐有真侪资产，当然嘛有真侪负债，这个负债来自过去真侪包袱政府嘛拢答应。代替未来公司化了后，伊内底遮的负债，政府咧伊伫即个短期债务所有咱代替人员伊的退休的迄个应该爱有的即个福利咧政府拢吸收用的一种基金，政府在遮保证讲，袂因为公司化去损害到任何咱代替咱的遮的服务人员遮的公务员他未来进入公司了后，因的福利就去互减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咧，就是讲，因为咱知过去台湾发展的所在就是车头，毋对，咱即马去看，真侪车头拢已经变成讲一个落伍的所在因为旧车头即马车头
较少人去坐。所以伊的资产的利用上是不行的啊。当然，我们这个资产利用并不是叫做处分土地，我们是可以规定它不能去处分土地。就像我们在面对台糖的时候，过去台糖有处分土地，今嘛台糖的土地嘞只租不售，所以我们是可以去用限制的方式，然后可是有效活化。代替的这个土地资产，然后让台铁可以创造收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创造收益的这一件事情，不应该就要直接跟行车安全直接把它画上一个一个不等号，是因为这是两件事，因为一个是土地的一个让它活化利用，那在于行车安全的部分呢，我想经过咱这2次的一个行车安全事故了，我们现在整个台铁在交通部的一个规划之下，我们也仿照了高铁，咱高铁的做法，就是我们引进了这个整个先进国家普遍的一个管理系统，叫做 SNS 一个管理系统，这一个第三方独立单位 DNV 的一个评鉴，建立这样的一个新的管理系统跟一个独立单位的一个评鉴，来确保台铁的安全。所以台铁安全是咱这个公司化这个最大的目标。再来刷来台铁要安怎让伊优化？内底这些公务人员会因为未来台铁我们如果可以好好的营运了，转亏为盈了，里面的服务人员买这个有尊严，袂感觉即马台铁咧伫遐做，感觉看袂到讲我直接做有啥物成就感。实际上每一个人每一个不管是公务人员也好，还是未来公司化的人，因都需要每一个人在工作就是需要一个成就感。目前台铁最缺乏的就是他们所有的职员少了这样的一个成就感之后，也感觉讲阮得了钱，台铁得了钱大家拢对伊无信心无信心的结果咧，做起来嘛袂快活。我们希望公司化就是改变这样，让整个未来的这个新的台铁公司可以更加的有朝气，更加的活泼。这类物件，我感觉这是我们在推动台铁改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方向。是。蔡委员讲到这个人员的问题咱即马来看代替公司化的草案一项一项来讲，大先咱就来讲人事的问题这个退休基金内底这个政府的草案是安尼，都是固制的退休金由交通部来编预算来付钱啦不过工会的版本是安尼就是退休的基金甲伊产生的利息爱政府来传这条钱咱大先来请教区教授针对这个人事的问题，咱知影代替的这个人事费用实在是真悬逐年拢互伊了钱这几档渐渐开始在这个调降这个人事的费用要互这个会当趁钱针对这个问题，代替的人事费甲退休基金是安怎会产生这大的问题呢？代替伊的人事经费、人事的费用伊代替进前几十年前有替国家来征收以前咱叫做剃斗兵咱有一种咱伫这个运输内底有水个公路。个空中运输，个铁道运输，当初是为着讲将来反攻大陆的时对这个福建用因的铁路运这个兵员运到北京去，所以一定要保持这个铁道兵。这铁道兵不管是阿兵哥也好，还是这士官长也好拢超40几岁就要退伍。为着要保持这人员所以当初有真济这个铁道兵退伍了后，转塞来这个代替，由代替来承收，所以代替伊有介济这个以前的这个退伍的这铁道兵，所以伊即摆爱负担因的固制的退休金，甲即摆要搁得负担这个退休金的部分。我个人是感觉讲这个部分应该是爱国家来负担因的退休金，唔是代替，唔是代替这个铁路局也好，还是讲将来公司化也好，应爱负担的，这爱分得清楚。就是讲代替伊本来的这个人员将来公司化了后，由代替来承受，这是无问题。但是因为着以前的这个
战略的这个考虑的这个部分，不应该由伊来承受。但是对着这件的事件吼，我跟大家报告啦吼，外口有介济讲因是罢工吼，其实唔是罢工，因是合法的休假哦，因为这个加班吼。国定假日吼，国定的假日吼，伊若要加班，一定要经过劳工的同意。哦，劳工也无，这含迄个平常时的8点钟以后加班无共款。哦，这是假日去上班。假日吼，因为假日是要互劳工甲伊的家庭、甲伊的囝儿会当吼，大家24小时做伙过生活的时间。准要叫因加班的时，这一定要。个别的劳工的同意才会使，所以劳动部长伊嘛有讲过，讲因这边的迄个依法休假，依照这个法律的规定来休困，无要加班，其实因无唔对，但是因这唔是罢工，因为罢工吼，伊应该是吼伫正常的工作时间无要工作。这加班的时间，正常的工作时间以外，这是劳工有家己的自由的权利啦。所以外口介济人都讲因咧罢工无应该啊等等吼，这是误解啦吼。这第一点我要讲，第二点就是讲，其实吼，我咧看这个整个的事情吼，我感觉这应该是会当避免会当避免。长这个状况会当对。啥怎呢？因为这个工会伊是诉求讲，你这个条例吼送去立法院啊吼，你拢无甲我协商啦。因放出这个要求的是，其实伫5月初1进前2-3礼拜就讲啊嘛。所以你进前的时，你就应该紧甲工会吼来协商，看要安怎处理啦吼。当然讲工会吼，伊是用这个安全的问题吼来做迄个，因为确实啦，刚刚蔡委员有讲过，有2边的真重大的这个车祸嘛。所以这个安全是最重要的。但是吼，咱看这个条例送去立法院的条例吼内底。尤其第2条的所在，就是讲，这个公司化了后，这个公司伊要做啥物工作，内底拢无讲到安全。咱看条例对第1条甲尾1条，无一个所在提到安全这2字。虽然伫第2条的立法说明啦吼，后壁迄说明内底有讲到讲安全，但是伊这含迄个。法律内底去写着安全，上无你伫第2条的所在，你就爱讲，这公司化，伊就目的就是要促进安全，然后迄个保障人民的行，上无你爱交代一个，了后你爱伫这个法律内底去规定讲，为着这个安全，政府要安怎做，要安怎设什么组织，要安怎来，这就是讲。咱政府有对所有的人民讲要安怎来重视这个安全，伫这条例内底，伊应该爱去讲。我刚刚讲，伊这拢无讲到，这当然，刚刚大拄蔡委员有讲啦，讲交通部有说啥物货啊，但是迄种你无伫法律内底去做规定的，伊即摆喙讲，将来。甚至会当要做到什么程度，都无一个保障啦。所以这点我是感觉讲吼，希望讲我嘛呼吁讲，伫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吼，会当去考虑讲，咱代替吼，主要发生一个事件，迄毋是代替员工的性命问题尔，迄是包含着。所有的人民呢，利用代替的人的安全，所以这点希望讲立法委员会当为着甲因选出来这所有的人民会当去考虑去加强。过来一点就是讲，团体协商有遐困难吗？
工会吼，其实依照咱的团体协约法吼，第6条的规定哦，伊是会当甲资方要求要团体协商啦。哦，啊你啥人唔甲因协商咧？啊，你甲伊协商的是也无一定讲工会讲啥物，你都爱照收啊。哦，大家来协商看要安怎，甲这个条例吼。曲教授，这个问题咱来请教蔡委员一下。曲教授的意思是讲，这个草案送去行政院进前吼，敢若无甲工会沟通好势吼，敢唔即款状况？应该是讲吼，以阮甲部长吼，因为这点当然拢伫这个5月1号前吼，立法院吼讨论足一届。实际上大家拢有甲部长问讲，你含工会到底是讲安怎？部长信誓旦旦的拢是讲吼。伊含工会充分的沟通，只是讲吼，伫沟通的过程难免你也有寡细节的物件吼，无法度形成共识，唔得袂使代表整个大环节拢无会讲，吼细节的物件总是后壁到底要安怎的吼磋商，迄拢会后面的进行的过程，因为大家知影吼，即届的公司化并毋是会去影响着内底任何员工的一个权利，嘛袂当任何的一个石头路，甚至部长就讲。无恁去查过去，过去即个港务公司成立变民营化的，变公司毋是民营化，歹势公司化的过程中，也是讲即个邮政公司，即个公司化的过程中，有任何一个公务人员因为安尼伊的权益去剥削去，安尼随提出来，迄个个案先来检讨，安尼就表示咱即马规定是不足的，伊就讲有一个就好。蔡委员，稍等一下，咱来请教赖主任交通部长讲吼，有甲工会协商啦，总是工会讲无，即摆态度看起来无共款。咱工会的立场吼，主要大家咧烦恼啥，都是人事方面。安尼讲好啊，其实咱王部长讲有甲工会，咱遮不管是企业工会，也是产业工会，也是互联会有去协商啊。毋过，其实阮接到伫产业工会这边，互阮的消息是拢无照因讲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咱看即个公司化的条例吼，咱自头到尾每一条也看落来。为虾米像产业工会会甲阮时代力量党团反映讲，因感觉这其实是咱来讲歹听，咱挂羊头卖狗肉啊。因为咱的部长伊也大家讲，为着要代替安全，所以爱来公司化。毋过嘛，拄啊像咱蔡委员讲的，咱的代替的人员，伊的福利啥拢袂受到影响嘛？为虾米因大家都感觉讲，即个公司化是无应该是真正咧杀的重点？最同主要是安尼，当伫你即个公司化的过程当中，你遮个资产，拄啊，咱蔡委员嘛有讲到讲，每一个车头有诶较旧啊，应该爱来活化，毋过像咱看到的，你不管是咱台北车头、南港车头，因嘛是拢有百货公司啊，嘛是拢有美食街啊。伫真仔的资产的运用的方式内底，因都已经做到的啊。为虾米一定爱公司化？这是阮较无法度理解。咱咧讲倒转来，当咱部长写互代替员工这张批的时阵，伊讲到讲。伫去年4月2号，咱的太鲁阁的代志发生了，所以代替交通部想要来彻底来改变咱代替的安全的问题，所以爱来公司化。安尼，我就要请教咱部长一个代志，就是进前的普悠玛的事故，咱政府为总统、行政院院长。交通部部长规个讲为着代替的安全，爱来彻底的检讨。迄时阵嘛做出一本总体检的报告。毋过为虾米都会到过几啊冬后，才发生太鲁阁的事件？你也讲一定爱来改变即个组织，才有法度来做这安全的维护。其实任何的组织的改变。你只要有法度互代替变啊愈安全，阮拢一定是支持的。是。毋过毋是是一个完全拢无安全的规定伫内底的一个公司化的条例，所以时代力量党团伫
顶礼拜咧审查即个法案的时阵，吼，阮嘛有提出修正动议，吼啊，这是其中2条甲安全较有关系，一个是爱设一个安全委员会，吼啊，安全委员会。本地的草案内底无的。无。吼啊，你也为什么阮要求讲你安全委员会应该伫即个法案内底？因为伫法案内底也无的时阵，啊要设毋设是伊会用去像咱拄仔邱教授所讲的，行政机关伊到时阵也无处理咧，你无一个保障啊，啊你也感觉讲应该要有即个安全的组织伫内底的时阵，为什么毋一开始就来放入去？所以，阮就提出这个修正动议。啊，问题是真啊，较遗憾的，就是去伫委员会保留啊，所以要去到院长的党团协商，才会倒去处理讲要放入毋放入的问题。是。那讲过倒来，咱代替伊就算讲公司化了，伊嘛是伊要调票价，毋是伊讲伊要调等于调呢，伊嘛是要负责咱一个国家的运输的政策的功能。是。所以要调票价，嘛是要到政府顶头同意啊。是。啊，所以这间公司伊的利润好歹，会去影响到伊公司化以后，员工伊爱自负盈亏的经营下，吼。啊，因当然因会较紧张，我感觉一寡较高层领较悬薪水的人会较紧张啦。是。啊，那个倒来，为什么？稍等者哈，讲到这个票价的问题吼，咱来请教政府主任吼，这个草案内底嘛无讲到票价呢，因为若要成立一个公司，公司要追求利润，咱知影，总是要追求利润的时候，你都要有一个规定吼。啊，票价安怎算？什么时阵爱起价？这完全拢无一个规定伫草案内底。安尼敢是一个公司要安怎趁钱，无一个法度，敢毋是安尼？对，因为票价对一个铁路公司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收入啦，吼，所以我嘛是希望讲，政府即件会当甲代替的票价后尾调整的一个制度吼，会当啊建立起来，后尾较免讲，因为后尾是变成只是一个国营公司哦，伊个毋是一个民营的公司，所以刚好有讲到嘛吼，后尾伊若要调票价的时阵，其实是爱经过董事会，董事会内底其实大部分拢是政府嘛，吼，所以也阁是有政府的一个政策伫咧内底啦，吼。好，这就是为什么恁看到日本吼的公司，其实因为1987年的时阵，伊是为公营的公司变成民营的公司，好，所以你若有一寡政府的这政策伫内底，其实对这间公司内底，伊来讲，伊是还阁会承担足侪一个算讲政府的政策伫内底。好，啊，毋过伫咧伊的设置条例内底嘛是有讲嘛，吼，若是政府的政策的部分，是政府会去补贴，会去政府的补贴。所以，若讲一个公司来讲，当然你的体质较好，就是票价。伊是你最重要的一个收入来讲的时候，应该是票价嘛是要有一个制度来调查。比如讲，咱即摆台电伊嘛是有一个即个票价的电价的调整的部分嘛吼。啊，虽然即摆政府嘛是讲，你即摆台钱卖调，毋过至少你是有一个制度伫遐。我感觉，若即摆要互代替一个应该是较完整的制度，会互伊做公司化。我感觉伊对伊收入影响真大，即票价部分，我嘛是建议应该有爱一个设置条例出来。是，讲到票价吼，咱搁爱来继续讲这个代替的债务的问题吼，安怎成立公司了后，安怎处理这个债务？咱行政院的版本吼是交通部来设立一个基金处理。代替的短期的债务来讲，这个短期的债务吼，都是甲银行借钱啦，这的债务交通部会来处理。代替工会的版本是讲，历史的债务都是完全爱政府来将这条钱吼。这个问题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咱来看吼，各界的讲法内底，咱看到代替工会的秘书吴中志秘书讲吼，代替工会的了钱，上主要是代替再来拢爱配合政府的政策吼，配合政府政策，无去票价啦，也是讲代替甲高铁要连起来啦，电气化啦，遮拢代替家己出钱吼，
这个负担慢互代替会了结，咱来请教区教授吼，针对这个问题，代替制服的问题，短期的制服甲起车头啊，这长期的制服，安怎处理较在理咧？代替吼，伊公司化了后吼，伊嘛是整个国家做头家就对啦，对，哦，啊，毋是民营化无共款啦吼。啊，你政府来做头家的时吼，啊，你即摆规个互代替家己去公司化去经营吼。啊，你经营总是你总是将本求利，总是爱以趁钱为目标嘛。对。啊，你以趁钱为做目标的时，过去的这个制务吼啊，毋是因家己经营落来，产生的制务，是因为伊为着国家的政策来处理的时，这部分我是感觉讲应该是国家爱家牵绕起来啦，爱家处理掉啦。啊，你公司化了，啊，你互伊清清气气，吼，啊，你后摆所趁的家己经营看安怎家己来负责，吼，安尼是较有道理啦。哦，啊，无你讲即摆公司化，啊，佮叫伊个派以前的制务，吼，以前的即个为着国家的政策产生的制务，安尼对公司化嘛是无公平。无代替的工会也好，代替的员工也好，其实因对公司化并无讲反对。伊嘛是认为讲公司化是好的嘛，咱大多看工会伊嘛是安尼讲嘛。但问题就是讲，你要公司化，你就爱要做啥物货，要做啥物货，一定爱伫这条例内底吼讲互清楚啦。啊，我讲有人吼，拢摕迄个日本吼，因这个国本来做国体嘛吼，啊后来变做 JR 吼，也是讲韩国吼。但是咱爱注意一档代志，就是讲。最近日本的 JR 吼出介侪安全性的问题，哦，啊，这是安怎？以前国铁的时吼，因有保障嘛，哦，不管是薪水也好啦，还是工作机会也好啦，但是公司化也好啦，是民营化以后啊，那一定是为着要趁钱啊，因为咱这条例第一条就讲啊，讲伊是为着要迄个企业经营为目标嘛。啊，你企业经营就是爱要趁钱，要趁钱的时，伊搁负担国家政策的时，伊只有伫人员内底去缩小嘛，啊是伫即个人数的成本来降低嘛。安尼是对安全来讲是毋是好？所以日本因民营化以后，啊你看接二连三吼。发生介侪迄个事故，哦，啊，我是希望讲咱台湾吼，公司化了后，唔通为着要趁钱，要有好表现，啊，产生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一直讲，这个条例内底一定爱对安全也好，对经营也好，包括讲票价，吼，啊，你要安怎去处理，一定爱伫条例内底有一个授权条款。有一个规定讲，这票价的计算的方式，调整的方式，由这个主管机关另外来订定。你条例有授权互因的是，因就会当依照这个来定。还是讲咱这条例内底爱写讲，政府爱负担什么责任？安尼是所有的人民也好，大家拢会较放心啦。是好，讲到这个责任的问题吼，咱看到中山大学张玉山教授讲，要这个债务的问题，债务嘛分两种哦。第一期的债务是银行借钱，这甲伊还钱无问题。总是张教授有讲一个问题哦，就是讲长期的债务吼，遮的车头啦、厂房啊、遮的设施吼，有源伫代替，而且这个有源的使用嘛会变较久去吼。咱来请教蔡委员。若是政府负担遮的债务吼，张教授讲这可能无啥在理啊。行政院的态度是安怎？应该是安尼讲啦吼，代替吼这间吼这个百年老店啦，伊承载着台湾发展的历史，所以吼拄啊吼，阮嘉伦主任吼，伊讲的就是讲，伊讲台北甲南港，毋过代替的问题就是台北甲南港啊，伊都像讲咱吼偏乡，像讲阮水上车头、南京车头，伊迄嘛是坐车头的营运啊，遐嘛有遐服务人员啊。
啊，毋过遐服务的量能就比较少，所以你来讲，徛伫迄车头来讲，迄是一个了钱的车头。啊，毋过咧，当时台湾吼，我讲吼，咱是经济发展较对，车头起较对，所以迄个车头迄个周边，它自然有它的一个土地可以被有效利用。啊，毋过要被有效利用，你即马你啊徛伫讲吼，它是一个公务机关，它就会有国产法的限制，它很多开发的利用吼，事实上就是被绑死，被一个国产法跟土地法去把它绑死。未来公司化并不是说要把这些土地卖掉，我们没有，我们是说要如何进一步去活化土地。那这个活化土地呢，咱希望讲它可以未来比照像大街法，它可以在土地上做很多权利转移，去让它有效活化。就像咱今嘛在面对整个台北在捷运的时候，怎么去活化周边的土地，这个方向一样。再讲这部，讲这部事实上台铁债务的东西，大家拢讲过起来，讲好可怕，好可怕。啊，事实上讲起来，伊就是4200亿。这个4200亿呢，包括就是说短期债务是1484亿，这个应付这个长期救治的退抚金654亿，接下来叫做延迟债务这1900亿，跟应付的货款159亿。那我们就短期债务跟这个退抚金的部分，就由政府来编列自偿性基金，等于讲这条这个短期的债务跟退抚基金，这个政府去收啊，政府就吸收这样，我们用自偿性基金啊，让这家公司未来是可以有机会从今年的亏损有机会转亏为盈啊！你嘛袂使讲，我代志我敢要抵资产，我敢要抵遐个车头的遐个资产啊！我的债务我都唔抵，安尼嘛袂使。所以如果在我们刚刚做完这个延迟债务，就是讲过去可能因为起车头啊做的这个长期的这个举债，当然嘛是这部分未来的公司爱再继续承担啊。因为你还是有那些资产伴随而来的债务，这部分当然是未来这家公司要去负担。所以我在说，不是台铁公司化后马上就可以转亏为盈，还是不可能，因为还有这些债务。可是至少它未来更有弹性。然后这一家公司呢，如果它要经营的好，咱的百姓的信任想要去坐，伊安全就是爱顾好。啊，这就是一个资产的问题。这个公司啊，你的安全也无问题，啊，有危险，我就要去坐这要坐个代志。这资产的问题就是公司咧想讲，拄则蔡委员讲受到土地法啊、国产法的这个限制要来使用这个土地限制较济，政府会来对伊做一个分配，也是讲调整去使用。总是这间公司代替公司，若是成立了后，这公司会想讲，这的这个资产。我都爱家己发落啊！我家己发落，敢袂共款遮尔好势，还是讲较有春秋的空间？目前是无法度发落，连发落都无法度发落。公司公司了就是讲，这个董事会通过，啊，毋过因的开发案嘛是拢爱经过交通部的核准。是。所以就是讲交通部会甲因讲，恁这个开发也无合理，也有可能看起来有寡较复杂的问题啦，啊，毋过交通部嘛是有后面的一个审核权。那公司化最大的用处是什么？因为咱是这种像我们有在民意机关，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接到好多陈情，啊，尤其台铁它就遍及在我们的各乡镇，所以我们各乡镇都会有陈情，我们就会去跟台铁公司，不管是合理的陈情还是不合理的陈情，民意代表就要做这个工作嘛。那如果你现在是机关，是政府机关的话，面对民意代表他们很累。未来公司化总会好处就是讲，这个立委还是议员。你讲这无理呢？这阮可能当事会没通过，你讲这阮当事会就没通过，就先把你炸掉啊嘛。所以这个也是用公司化，然后增加它的弹性之外，也避免过度的干扰，影响到整个公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发展，台铁的正常发展。是。在讲这个，当然说民意代表比较咱嘛讲，可是这也是一个事实存在的一个属性嘛，我们要面对这个事实，那我们希望公司化就是去改变这样的状况。是。多谢蔡委员来请教政府主任你嘛有讲到一个，就是讲台铁无需要去承担遐个无趁钱的资产，若是无趁钱，你就甲放掉不过，若是针对一个公司追求利润这个角度迄款较无趁钱的路线，敢共款嘛爱放掉。你讲因为公司嘛公司你本身你就是你做啥代志，你拢爱算好清楚，你是会趁钱的。对。啊，比如讲，恁举一个，比如讲即个台北的捷运公司嘛，
伊嘛是有经营即马新北市的环状线嘛，伊嘛是有经营台北市委托的，比如讲猫空缆车，吼。啊，佮遮伊若无趁钱的时阵，拢是比如讲新北市的政府都爱编预算来补伊的无趁钱的部分，吼啊，共款嘛，吼，猫空缆车嘛是爱，拢是爱台北市政府去甲补遮个钱，所以你若是一个公司讲，我营运即个设施，我一年需要偌济成本。我一定爱做到遮，你若无够，你就爱补贴我。吼，所以公司就是我本身拢爱甲会趁钱袂趁钱算清楚。啊，你若是一个政府单位啊，反正大家讲啊，这就反正政府就保护你嘛。所以伊就其实一个政府单位呢，伊是咧开钱的单位，伊袂是袂去管你趁钱无趁钱嘛吼。所以为什么讲你要来做公司化？因为公司化就会讲，你用一个公司的态度来讲，我做啥代志我拢爱趁钱。吼，所以大家拢有一个目标。啊，你内底人，你若做了较好，吼，你就会当这奖金啊，这当卖讲较好。你嘛免按照讲哦，一般的政府人员拢共款的一个这款的比如讲你是偌济的这个奖金，就拢固定的，吼，伊较有一个弹性来鼓励你的员工，吼，所以你嘛看到比如讲捷运公司啊，吼，也是这高铁公司，其实。我感觉公司化这个代志，也是讲全世界大家这个铁路啊，因为是一个，就是伊技术吼爱做密集的，吼爱做密集的，吼，所以伊需要嘛。嘿，对，伊就是需要足侪无共款技术的人入来底服务，所以公司化互一个公司上重要就是用人会当会当较弹性，伊会当用你需要的人，伊去聘请这个人入来这个公司，比如讲你若要。因若像咱咧国家考试的时阵啊，你就是为普考啊、高考入来，这咧讲吼，迄实在无办法解考你的技术出来。是。吼啊，所以咱用人的所在，咱会看找咱适合人入来，这是一个公司化，我感觉是上重要的所在。所以为什么讲咱讲安全这个代志，咱就是要找适合人入来。吼，而且你的薪水会当含恁即摆的一般这个高铁啊，是捷运公司会当较差不多的吼，安尼恁就当找着较有人入来，会当甲人留喺即个公司内底。是，咱请教罗主任吼，拄正政府主任讲了真好，就是即个公司化甲安全的问题，咱知影代替为着要减少人事的即个开销吼，即几档开始用一般的劳工，就是毋是考试。入来代替的员工，啊，遮个员工伊的即个待遇，佫比代替员工佫较少吼，啊，流动率嘛会提悬吼。公司化了后，遮个问题敢毋是会当得到解决，啊，嘛会有即个劳工的福利吼，安尼敢毋是安尼？其实咱即仔代替的基站，遮个员工，不管你是火车司机，也是咱咧修理火车遮个基站吼，也是咱咧。检查咱铁路啊、电线，咱这基站的员工，因全部拢是铁路招客入来，铁路局招客入来。只是因招客入来，因毋是公务人员，因是劳工，所以嘛是爱考试入来。问题呢，为虾米人留袂掉？你比如讲火车司机，因每一档考入来的人，真正留落来，过当要继续留落来，可能无到5、6成。为啥大家考入来，辛辛苦苦考试入来，伊都无爱留的？因为伊感觉。伊的安全无保障，为虾米安尼讲呢？你譬如讲，进前咱普悠玛发生事故的时阵，伫迄进前吼，甲迄之后，其实我迄时伫国昌委员办公室的时阵，阮拢有接到足侪代替基站的一寡反映，欠材料顶悬的反映无要插，欠设备有欠嘛无要插。买来的物件，比如讲挡仔皮，咱火车的挡仔皮，买着中国货，顶悬的人嘛是无要插。讲你物件倒起会用会走就好啊。你想咧，像即个情形，你若真正公司化了，顶悬的人的思维也是共款，不要紧啊，物件倒起会走就好啊，车会开就好啊。人敢真正留会掉？照政府主任的讲法，这款的状况敢毋是，就是公司化会当来解决？我感觉这公司化无一定会用真正解决，咱看台电甲中油就好啊。台电甲中油为虾米三不五时会有电厂啥物有小的爆炸的事故啦，也是啥物？你像咱
伊个中部火力发电厂前一阵啊，倒去迄煤仓锥体都落落来。这毋是一间伊不管伊是公司还是伊是机关啊，你只要伊无一个正常健康的经营的思维的时阵，内底的人知影代志的人带袂掉。系啊，你要安怎真正将好的人才留来？是你要互伊一个健康。为什么咱爱讲职业安全卫生法，爱去做劳检？因为你要互伊一个健康安全的从业环境啊，系啊。啊，比如讲，咱即仔政府编钱来买遮个新车，新车买来嘛是有一刚刚有一寡问题，啊下骹的人反映起哩，顶悬的人当作无看，啊所以才落去找立委，找媒体爆料，这拢毋是一个真健康的状况。啊，你讲到当下为啥拄啊？其实咱咧讲迄负责部分，为啥伫？阮党团，阮会想讲，的想法是，你基本上你应该全部拢是咱政府爱去承续去。过去不管你有一寡车头哦，原本是无车头伫遐，足侪立委去要求讲，不管透过台面上的质询，还是台面以下的一寡做法，要求讲啊，你伫遐爱我设一个车头，啊，你啥物火车啊，应该你像你。迄个要去花莲、台东的迄太鲁阁、普悠玛，啊，我即站你嘛爱我停啊。啊，毋过每停一站，加停一站哦，其实迄对规个火车的车班表，拢是一个足大的调整。哦，迄毋是讲我清彩，我遮要停加停即站就应加停的，迄影响到别台车，当时要开，当时要煞。所以你遮设车站，吼。有时阵虽然讲台面上是咱代替家己愿意要去设的，啊，毋过台面以下的一寡原因是，可能是民意代表所互因压力的。所以咱若在讲，但其实我较无同意拄啊蔡委员讲的一句话，讲咱董事会，比如讲代替虽然变公司国营的公司了，面对咱的民意代表吼一寡要求，伊经拒绝，伊经讲啊，这董事会袂过。问题是，咱即仔公司化了，咱这董事会是啥？交通部。我着去找交通部，互伊压力就好啊。主任稍等，前副主任，你的看法应该是无共我是来讲吼，公司化上重啊，都是用人。好，头拄有讲嘛吼，即马员工甲伊讲面顶讲，哎，我无在啊，我无啥物，伊就讲我预算无啊。吼，预算是爱为政府来的，所以。伊一年固定遐钱，伊也无钱好去买别个物件嘛吼。啊，我若是伫个公司内底，我本身我总经理，我就会人来调动这个资源嘛。毋过大主任的意思是讲，即马经营者永远是政府要安怎处理这方面？不要紧，我来讲吼，第二个头我讲嘛吼，伊讲迄你若讲若公务人员，我即马犯啥代志，反正我公务人员啊，我只是季节惩戒啊，我嘛是公务人员。我若是伫个民营公司内底的主管，你若做无好势。你就死头路嘛，吼！我的用人是做弹性的，所以我来讲这个代志吼。好，那伊头拄有讲，比如讲政策这个问题吼，就是本身我公营公司内底呢，我感觉这个是真正是咱做歹去面对啦，吼，做歹呢。所以我嘛是要呼吁讲，政府会当讲吼，你互一个这款专业的公司，应该就互伊放手，互专业去做代志。其实应该政府的政策，你莫来甲伊干扰。我甲你讲，台铁是咱台湾最重要资产，嘿，伊经过是咱台湾所谓发展上密集的、上早期发展的所在嘛。所以其实台铁是有足侪伊本身的潜力会当去做发展的。其实，过即个过程预算无够，咱大家都吼叫伊做东做西，其实拢无做到伊应该做的代志。其实台铁上爱做的代志，就是做车头的开发，所以我嘛爱讲一讲日本这个代志嘛。其实日本1987年在做为公营公司变成民营公司，其实含咱即马代替共款，伊迄阵啊都是发生足侪件事件，而且呢，伊迄阵啊都是因为票价拢无调整，所以伊的负债足重的，所以才会引起日本政府讲，我一定要甲伊改革。好，改革你会看，伊为1987年到即马。30-40年的时间，咱看到日本的铁路发展，迄是已经甲以前完全无共款啊。是。所以
恁若讲实在的，咱若讲实在嘛吼。一个铁路伊本身伊是有做者资产的，因来当较有弹性的做法吼，去引入无共款的人才来发展就铁路的相关的事业。其实我感觉咱台铁是做有希望的，所以伊需要是找到正确的人来做正确的代志。啊，咱共款政府应该会当吼，互伊会放手互伊去做这正确的代志。啊，毋过我嘛爱讲一下，就是阮来。其实铁路本身吼有足侪资产呢，迄是袂趁钱，伊会趁钱趁对车头对人出入的所在，咱就是吼人潮就是钱潮嘛吼，出入的所在咱就会趁钱。啊，毋过安尼讲，咱千外公里的台铁有一寡过磅空啊，过这过号啊，吼，也是这较就是比如讲吼遐支线的部分，其实这袂趁钱的吼，所以伫咧原来的设置条例内底嘛是有讲嘛吼。对着这较有公共政策的部分，政府是会去负担的，吼。所以我感觉应该是大家坐落来，好好来讨论这个到底有偌济物件，应该是老的代替的公司，有偌啥物件应该是由政府来负担的。我感觉这面讲好清楚，咱去找着正确的人来做代替规个经营。经营头拄讲嘛吼，你其实安全是。我是感觉安全对一个铁路公司啦，伊是上基本的爱做到的代志。是。啊，毋过伊内底有真正有足侪技术伫咧内底，所以因其实真正是爱需要一个较有制度的来做这个代志。啊，毋过这个制度敢有办法是用一个咱讲即马公司化的设置条例，一个原则性的条例来甲规范清楚，这是无办法。所以一定后壁一定要搁定施行细则。吼，甲这代志讲清楚。啊，毋过至少即件的公司化的设置条例，伊会当互算讲交通部有一个模法，伊会当去做即个代志。所以对着应该是讲甲代替咱即个资源，会当找到一个正确的组织来好好甲伊运作起来。这是我感觉这是咱台湾社会，这是咱上大的期待啦。是，观众朋友，你若有坐火车吼，你会当定定看到火车来吼，不管是司机员还是车站的人员，你会看到伊咧比，伊看到啥，伊就比啥，看到啥物灯号，伊就比啥。这事实上是对日本时代留落来企业的文化吼。咱来请教区教授，拄则政府主任讲到，找到正确的人来做正确的代志哦。不过，咱伫这个公司法的条例内底吼，即马看到伊有一寡条件，敢若毋是安尼，有规定讲啥物款的人一定爱做啥物款的代志。这敢会当请教授来替阮解说一下？这个条例内底吼，我感觉讲，介济应该爱规定的拢无规定，啊，有诶无需要规定的去规定安尼。我感觉最好笑就是讲。伊条例内底特别去规定讲，哦，这总经理一定爱什么交通的专业出身啊，什么货。啊，这本来就是应该。啊，你规定安尼是毋是意思讲啊？政府啊，你过去吼拢黑白派人，哦，啊，所以我即摆才要甲定好死，哦，啊是讲，这就是讲啊，将来哦，这交通部落来的人会当转去遐，哦。所以我的意思就讲，咱公司化大家拢赞成呢，工会伊嘛无反对呢，啊，咱一般嘛拢赞成。啊，赞成的是咱要求的，就是讲，你公司化的过程内底所产生的各项的问题，我希望讲，会当伫这个条例内底规定个清楚，把这个条例当作是一个宪法共款，哦，你公司化的宪法，啊，逐项拢有啥物问题，拢爱规定个清清楚楚，安尼较会当保障这公司化会当正常。是。啊，搁一点就是讲，我希望这个咱政府的高官呀，哦，像讲部长，对这个工会态度吼，爱较谦虚咧，哦，唔通讲啊，你若罢工吼，我就叫这个类火车，也是讲以前这个长荣空服员罢工的时。伊讲啊，你若无要驶飞机，你若无要迄个浮潜吼，啊，我叫军机。伊讲伊要叫军机来运。啊，我这种我听到好笑。啊，你长荣有飞大陆啊，啊，你要叫军机飞去那个大陆吗？我意思就讲态度啦，吼，
咱对工会吼，为着劳资关系和谐吼，一定爱吼甲工会好好来谈啦。是。啊，像讲有嘛感觉咱院长吼，伊讲不要得罪衣食父母。哦，伊甲工会讲，你唔通啊，无要加班呐，啊，5月初便当唔通得罪衣食父母。我听介济人咧讲，啊，院长啊。啊！人民甲这个行政的管理交互你，啊！你这样变家呢？啊！你是不是得罪阮衣食父母？哦，所以我看其实吼，院长人记者咧访问伊的时候，伊只要讲一句，啊，我一定会交代交互部长好好来处理这代志，安尼就好啊嘛。啊，不管啦，我意思是讲吼，咱吼爱注意这个时代已经无共款了。是。啊，你有感觉这边5月初哦，这迄个代替因无要加班，对咱一般的民众，无讲产生偌大的困难，是安怎呢？咱民众一般即摆拢知影，这个爱注意因的条件、因的福利，因大家人拢有这个迄落吧，所以你对这个。航空业罢工啊，来到这个时阵，大家拢知影，所以你政府机关嘛是爱有这种态度，吼啊，会当甲工会好协商，安尼才会当真正到。